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也下好到办公室啦，大家就董事行么个事情，董事行揪团呐，揪团做乜嘅呢？我买东西呀，从哪个办公室啦，买木瓜没做得，买扩香没做得，买乜嘅东西全部做得，保养品也得全部就做得。唔过，今日嘅节目当中吼，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个揪团组，都冇强用哦，而且大家去做乜嘅呢？向下去工作，上来吼，佢主持呀，向工吹，上来去做乜嘅呢？細細來分享佢。好，來分享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嘅來賓係對竹東來嘅莊全生大哥分享。大家好，我係莊全生吼，我係新竹竹東。當分享哦，今日來到呢位老大家來分享哦，我工作嘅情況啊吼，羨慕大家。好，分享大哥來到節目當中吼，嘿，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做呀揪團組，超人向下去工作。我唔係超人買東西、食東西啊，我係超人咧做艱苦嘅工種些哦。嘿，做乜嘅愛超人做呀工種嘅事呢？應該跳擺吼第三集呢位啦，忙轉竹東以前啦吼。我18年前吼，因為老人家多歲咧啦，我是有上過來轉嚟竹東啦吼。也羨慕因嘅老人家吼，阿公阿太又丟到後天本愛工作啦。我上講我離開農家很多年咧吼，唔曉得啦。所以我是三英社區大學吼，叫做無毒農耕班啦。嗰時係讀書啊，係讀書，社區大學啦，社區大學就是阿姆西條田啦。哦，家下我要做條路啦，所以是阿姆西條啦，吼，阿姆西條按住做，以上課嘅人啦，吼，來學習吼，用辦冇農藥，還冇用化學配嘅工作嘅方式啦，按照熟食當道吼，按到3N吼，提起吼，3N是3甲 N 個咧為當道嘅種菜好朋友啦。按呢條咱愛想想吼，往咧係個冇農藥、冇化學配嘅方向咧做啦。久了以後，大家就變朋友啦，按呢就點解大新竹竹東吼，有慢慢太平嘅天啦。按呢條唔知中國番薯啊，唔知中國鍋啊。也唔知中國年紀啊，吼，還是講向我分享，還是變老師啊，還是來到上課安尼啦。上家下下課是理論課，就教實地袂讀啦。理論課上過以後，就講，甲因伊係咩教呢？吼，你熱天吼，你大家咪咧學習啊，強下來種啦。應該常常也好啦。因為這個呢嚟剛剛翻嚟天哦，實在講啊，我也耐唔好啦吼。按知道年二吼，講教員睇白了當早哦，像咱熱天吼5點幾就出門哦，3時3，坐去推車，還是來竹東呢位來幫忙做事。當然啦吼，按大家工作嘅修身啦吼，除了我嘅新本吼，要賣以外吼，大家咪分到轉移吼，大家咧分享因自家種嘅冇農藥。冇化學配最安全嘅農產品啦，所以我哋講緊對伊嘅研究是安尼來嘅啦。所以大家是變做了呢個農夫係安樣麼？做得安尼講啦，係啊，要退休咧啦，要到喺上班啦，按是假日就要發出來竹東啦，按到退休嘅吼，來要需要嘅些平常時拜2拜3，很多已經未來啦，係安尼啦，研究是安尼來嘅啦。所以開始你係去上課去做學生啊，下後談講你咪變咗先生嘅。即係就是講應該因為應該工作嘅面積吼好發啦，也要進入到嗰種啦吼，所以就講應該了解嘅東西好多啦。我自家當認真啦，我要研農委會農民學院也要上課啦，我也要參加產銷班吼，所以要學習到當道。知道學唔啲嘅，所以知道要請我去上課做老師啦。講做老師排泄啦，讓大家分享經驗嘅嘢係啦。韓國要做團組，超人強下來種東西，用強下種東西1cm吼。即個人講天吼，
讲到看到干发吼，你是看到是心肝是难的迄个，但是动动因吼，大家强下诶，更打嘴鼓吼，更做些，其实。你的动好过啦，吼，啊也动欢喜啦，大家动快乐啦，啊也唔会讲一直个人做到甜到袂要受安尼啦。不过其实谈起来，吃到也总太高感觉有一种怡然自得嘅感觉。不过其实吼，总太高对自己嘅土地没有一定嘅坚持，错冇？像你刚才有讲到嘅，你爱做友善，冇用化学肥料，冇用农药也得，也係你自己嘅理念嘛。应该这个办家吼，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啊，就讲一天就冇用化学肥，啊冇用农药，啊冇用除草剂，哦，我就是希望讲，伊咧按好的天吼，因研究哦降下去啦，冇放迄就冇变唔好去啦，因为因在落嗰啲农药啊，用嗰啲化学肥哦，嚟土质吼就唔会改变去啦。用喺希望讲，可以永续经营啦，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啦，嘿。香港因为有去亲，也得有放体的天来做，係咁用冇？一般吼，你啊降重因吼，弄到越来越少，越来越老啦，係啊，多水咧，我未影看我後生，我未唔少人水咧，但是我做山雕班吼，我全都係當後生嘅啦，啊，到鄉下看到嘅吼，不少人水，很多嘅重辦修嘅，很多嘅拍手嘅吼，非常很多啦，啊，但是吼。畢竟吼，很多水咧也好做唔落咧啦。啊，有啲忙退休嘅吼，平常時就會土孫嘅啦，吼，也冇法度耕作嘅，所以當到天子放起啊，冇是休耕啦，吼。啊，我就希望講，係咩冇休耕，冇放起，我參加我哋工耕班嘅就話吼，來耕作，啊，當然啊，修行嘅嘢吼，按飼主咪會分到去分享嘛，啊，知道飼主可能係用。友善的方式吼，冇用農藥，冇用除草劑啦，都啊只要食到當歡喜啦，所以只要當鯰魚啦，咁樣啦。嘅安樣，你哋愛種嘅地方是越來越大了，你是愛見潮見多了。但是你客家人吼好保守啦，你講喺老人家吼講喺啲天本種吼，有啲咪唔敢放心啦，因為啲驚應該都看到咧後生嘅人當然吼。將喺度留幾天剛放起去啦，咁樣啦，所以啲也是慢慢來啦，慢慢來一點一點嗬，看到啲定價麼咁樣啦。香港呢啲沙對從安用7、8年前是開始安用種有機嘅種友善嘅東西，像安用種係唔係順沙嘅富區內嘅農民可能沒有看到安用嘅種法、安用嘅理念，沒有可能不一樣用到。你阿未現喺度希望推廣嘅啦，我希望因自家開始做，嗬，啊可能隔壁嗰度嗬，阿叔阿伯嗬，旁邊嗰度係咩做啲嘢，唔會用很多農藥，天天喺度咁樣去做，所以呢，應該都係先知識當重要啦。哦，喺度冇用農藥，嗬，喺度冇用化學肥，看到喺仲係年輕，仲係喺米，喺網腳都冇人聽嗬，係咩叫做是會講會大家會。互相吼觀摩，啊，知道也會合併吼少掉農藥，吼唔用吼少掉化學肥咁樣啦。我咪希望大家會做到咁樣啦。你係我哋嘅理念，又係我哋追求嘅目標啦，係啊。香港從英按用青年返鄉有冇？賺到不卡按用再過來種東西，一開始有遇到輕困難嘅事情冇？唔講係天時啊，係講技術啊。你啊，轉工耕隊轉來吼，其實我哋轉來工作吼，真正困難當多啦，因為你行唔曉得嘛，你人教啊，吼，還有機器人咁用咧，都全部會啦。按工耕隊大家安全吼，譬如講一啲都帶應個3隻咧會簽隻時間時間會。吼，像是約好嘅啦，吼，譬如講一個禮拜大家約好嘅哦，都冇簡單，10個單、20個全部到咧。哇，按多曬嘅喎，係，啊結果前2年我大天去度量嘅些落太水，嗰陣哦，係啊，咁如果講過超過時間嘅啦，哦，呢係好困難嘅為所到了啦，因為冇法度講吼，人起碼都是來啦，哦啊，目前咧我係克服嘅為個地方係咁樣啦，係啊。啊，大家也當配合啦，啊，都落水，
大家免比如讲，我做在超价嘢吼，超价容易往后延吼，延后容易的大家尽量心肌腱有咧种原因啦，哦，你目前的原因啦。所以我知道你就像係大家共下來學習，共下來工作，共下來成長，還個共下分享也就書生，對不對？有種感覺，有種革命的情感。但是我想也就聽眾要讀到可能冇順時嘅時間，比如講像一開始種練琴呀，種東西，練琴呀對我來講嘅就當時有識到，因為一年就像130期聽聽，當時有機會做得事。像按用種呀練琴啊，你一開始種有讀到乜嘅困難冇？用練琴哦，練琴按北部吼好少人種啦，當然台山應該有啦吼，但是伊大部分係觀光嘅。觀光用的啦，吼，本人是料的啦，吼，本人款獎的啦，我哋種的練琴係實的啦，是的，吼，也可是3月種的些是最講是不朽羅啦，哦，不朽羅，因為你講種的伊有定純的一些不朽羅是不來實啦，是多少會用到按有機用的這個叉骨泡啦，這個是有機資材，東東印地然後叉骨泡，你啊。不朽羅台灣賣來問題冇法度，又選是有機啦，啊，也冇辦法咧，冇法度啦，開始講種的這伊標性純的時間就話吼，該段時間是賣到叉骨泡，還是不以純上哦，過得好睇得好老咧，因咬唔落咧，不朽羅是唔會食的啦，還是種練琴是其實會上到動這樣動火嘅啦，係啊。古時候我知道吼，狀態個主持人呀，強講吹，正經係大家強下來三網大兵，韓國強下分享按用嘅理念同心情吼。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繼續同狀態個講故事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吼，剛才有講到同大家來分享一個組團組，要組團組唔係帶大家去買東西哦，係帶大家去工作。韓國吼工作大家做得向下分享呀農業嘅理念，分享農業嘅技術，分享農業嘅書生也得。韓國吼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有關練琴嘅秘密咯。其實吼，今日嘅講聲農民啦，講到吼呀，練琴啲都有當到空嘛，一條空其實係有個意思嘅喲，相當係乜嘅意思？練琴啲都本來就有空啊，一空有乜嘅特別嘅所在呢？練琴吼有兩種啦，一種七空嘅，哦，一隻九隻空嘅啦吼，呢種嘅全部係九隻空嘅啦吼，所以今日有啲現場有啦吼，有九隻空嘅。有看到九隻空嘅，就是專門做菜用嘅啊，所以按照菜蚵啦。菜蚵專門做菜用嘅啦，菜蚵。那七隻空嘅，伊好粉吼，粉蚵啦吼。那七隻空嘅，就是會可以風化，可以風化，它就是只有蓮子好雜。啊，蓮子雜熟以後，還叫下個練琴吼，就專門肥蓮藕粉用嘅啦。啊。藕粉，藕粉，我開始做藕粉用的。我知道《甄嬛傳》常常吃藕粉桂花糖糕。對皮膚很好啦，然後對養顏呐，然後對肺部也很好啦。我們種嘅呢種嘅吼是九孔嘅，九隻孔嘅，就專門煮湯啦、排骨湯啦，或者做涼拌嘅啦。那是菜蚵安尼啦。原來有本哦。市場大部分係這種嘅啦。啊，不過聽說切克力長地是嗎？錯嗎？係，你昨天問佢家講你種幾多空嘅啊？係啊，點會便宜啊？唔過聽說真件按用看到孔當中的酸就錯嘅啦。但這是絕對的，唔可以講七孔的就是一定是粉藕，九孔的就是一定是菜藕就對了。哦，大部分係按市場買吼，大部分九隻孔嘅好多啦。九隻孔嘅好多。哦，唔過像練琴啊，按用一條一條全部就上到奶豆度嘛，對不對？上到奶豆度，你按用嘅看，算到呀練琴有啦上網、後帳網、後尾網，用版看啊。練琴吼，我爸爸、我媽媽7、8年前就開始種啦吼。
我认为你应该动好些，吼，我是动好些，我要动好些，动营养的动地啦，吼，所以我转移工作以后，我咪继续种啦，吼。那练紧以3月开始种，是15噶吼，3月时就开始种。到 NQ 啦，半夜班，或者是半夜班的中秋节嘛，吼，中秋节过后，吼，20是会开始，吼，向就会变旺啦，吼，像一下看到嘅相片，会转旺会照黑，你会转旺会照黑，吼，家下20号是天仙哦，7月的啦，款又该练紧忙啦，抬挑忙啦，对，又咧抬挑咧，就开始陆续就做咧走。也要照睇是表示讲，可能就系出物，嗰個生長嘅時間上都密集的，對不對？因為花開花謝的嘛，故說佢上到密集的，可能也年經就差唔多做得完嘞。沒錯，所以時間是太咗後，就半夜半過，而且那是做得嚟啦，好。年經完嚟之後，因為下尾種全部種南嘅天啦，冇是避通啦。所以佢哋好欠水啦。我北部吼當小英種啦，就我個全部英種是我而家英種7-8年嚟啦。我係是金窩到窩窮用吼，西窩位天窮用啦，前面副水地副位，還是咧種年緊啦。陳土章差唔多按用。所以佢個奶吼就差唔多30公分，佢度奶下30公分吼一尺，按40公分一年啦。按10號動物買啦，所以我半夜半過，入要走迄以後，我就屬於병迄個。個奶吼叫為濕潤，是奶元宵去煏。按煏要看到佢有為有隻雅典，吼，咧像咧有隻條啊，吼，有隻條，看到佢就表示叫下有咧，就問世紀嘅元宵吼。跟住撈嘅歷史學家用考古挖化石，慢慢演變啦。冇可能對個睇元宵，伊來別下以後就穿到家姐咧，你就睇到個相別，跟住別落去咧啦。跟住冇辦法。所以你看到個條吼，跟住表示你範圍以內有動到，吼，跟住慢慢的用個小元宵吼，慢慢一切啦，就會完整一條咁樣啦，係啦。所以咧，年經係上到旺按用上嘅，加個頭尾按用生出來。佢旺嘅啦，佢旺嘅，但是佢咧選條會有牙點啦，會有隻側牙啦，吼，佢會等啦，你看到個側牙吼，佢叫法是有年經啦。所以甜煏，對，慢慢的慢慢切啦，對，也當辛苦啦，但是也當珍惜啦，所以你咧做相片，就連觀眾做相片吼，看到個。當喺度共跟班的班人吼，佢去買吼，佢到14年吼，可能100買了年金啦。哇，真嘅！今年有福氣當好啦，大家年金吼有回報吼，今年非常很多啦，又非常大條啊，所以佢哋全部俾到當飯吃啦，係啊。所以今年帶落去年金係。凍醬啊，有按好嘅素心啊，是表示講呀，年金好食呀。一條這差不多聽差不多有冇區用嘅鋪位嘛？有本頭節、冬昂、米節，將年經按用嘅差不多有按用本冇？有，像咱每節間吼，該好，該就會好成熟吼，應該好老啦吼。但是每節係下台嘅是每節。比較胖的嗎？挑節啦，你挑節啦，哈，每節，你每節咧是好嫩啦，你好細記，你每節都好嫩，你就講會做涼拌嘅啫，哈，就簽你每節啦。涼拌要用小的，好，因為好嫩啦，哈，你要煮湯哈，煮排骨湯，好，或者攞孔料，又做咧攞條腰，攞孔料，哈，你就用個挑節嘅用。用下攞嘅，因為愛換歌嘛冇相關，做得下攞嘅咪做得食。煮湯嘅啫，煮排骨湯哦，我係群法啦，我係好食啲切好，分啲好太地啲，好有口感啦。對。但是你嚟做涼拌哦，就切好薄啲啦，就會入味啦。結泡啊，結泡。佢怕2 mm，當泡啦係啦。佢用切當難切咯。你市面上要賣嗰種嘅，仲要切嗰種嘅馬鈴薯嗰種，切嚟係啊，嗰啲會固定嘛，嗬，一地固定一盤嘛，要梗係好賣啊，佢切嚟。嗰種涼拌會做到暗泡真好食咯。好入味啦。
热泡吼，我是咯热泡热好食啦。继续提讲伊凉拌或者用拌做，你食谱做的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冇？因为我好食顺透米啦吼，所以凉拌吼，你食泡泡以后吼，就我也唔好食皮啦，所以我要烤皮啦。哦，会烤皮。我要烤皮啊，当然因冇烤皮啊，叫我皮好营养，也做得啦吼。啊，你唔烤皮也做得，烤皮也做得啦吼。啊，你就洗香落咪吼，啊就切泡以后，吼，啊你切好嘅啫吼，最好选了就用个蒜豉吼，醋啦吼，水度个浸面啦，因为你切的时间有时间嘛。咁你切下开落嘅啫吼，你冇用嘅就冇浸个醋。冇点蒜豉吼，因为冻结氧化，色是会变红光红雾啦。哦，难怪。所以你切下来后，你就先浸面，啊，全部切好以后，那滚水是通过。哦，滚水要通过。通6分钟，香水分钟啊，就对啦吼。通过熟以后，面边要变水，你就变水变一下冰镇，对，伊就会脆嘛，吼，就会脆嘛。哦，按着冰镇，啊，冰镇好以后，你就叫你爱食的。你好食蒜的，你是蒜豉吼，醋就不用加掉。你好食辣的，你辣椒我就不用加掉吼。啊，像我就食蒜头米的梅，我就蒜头米加掉。但是变汤甜就会啦，吼，啊醋甜就会啦。蒜豉。啊，你蒜豉不用蒜豉，你就得保存你的期限啦。吼，含叫好意，含个腌啦，吼腌调油啦。调油也看国家的喜好啦，吼，你就是国家的口味冇共用嘛。按你叫好以後就變這種變年，保鮮盒將來變這種變年，按前年嘢就做嚟食的啦。也有啲內部概念用嘅土棘素，用百香果來滷呀連筋。有冇吃到都好深呢？有，剛才講那個試看咧，咁就撈我本人木瓜共用啦。嘿，用土棘素。百香果咁樣。對，做酸酸甜甜的嗰種米絲。哎呦係哦，你講有樣，我剛才講你試啦，係啊，我很多年紀我都試啦，係啊。哦，按到做排骨湯，我就認為吼，用就要不卡要快鑊啊，吼壓力鍋啊，用該是好夾啦。哦。冇你切人太闊吼。我煮結構。你就唔好用快鑊吼，用鑊去滾吼，最少會點半鐘啊。點半鐘，今日用嘅6點下班，豆腐卡煮飯可以煮1點半鐘，今日用7點半鐘做嚟食飯呢。點半鐘前出來啦。哇！你就用壓力鍋，用快鑊就當夾啦，係啦。我係就我冇卡要快鑊，我就專門用快鑊，用壓力鍋嚟煮啦。哦，按排骨就唔得強下落啦。因為伊煮凍球，咁你排骨就滾下球吼，唔免咧，冇是煮到柴嗰啲啦吼，所以應該將個排骨煮好咧，咩個連筋先滾到2-3度咧，咁就不用嗰種嘅湯過嘅個排骨落去嗰啲啦，就滾下。哦，嗰個大家會記得哦，原來也連筋愛煮到落吼，其實愛按久嘅時間，前後就會用壓力鍋來煮吼，按用煮出來嘅連筋就會又香又嫩又落又好食咯。韓國其實也種連筋吼，唔單止按用聽聽，還有一條連筋嘅知識愛同大家來分享。韓國其實種泰國嘅嘅香港菜唔單止種連筋聽聽，剛才沒有講到嘛，沒有種無嘅。韓國還有其他嘅農產品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香港菜呀，香港菜呀，下後我來同大家分享，一年將100個呀農產品按到連筋，咁講好講到咧，連筋嗰時有聽人講過，去老貝買連筋嘅時間，買連筋嘅時間，我同老貝有奶嘅，對不對？不要清理得太乾淨，前後買老貝有奶嘅。你啊買嘅然後佢講有奶有啊吼，其實好唔會氧化啦。啊，但是
我会练去买本人吼，我就全部洗肠了，我因为肚脐炎吼，应该奶滚滚那种伊吼，我抬了个琉璃台就啊吼，你洗到后摆，我降个水管就啊袂切到啦，啊所以我全部是洗肠啦，啊洗肠我袂够，嘿像因洗肠类啦吼，啊但是我洗肠我袂够了了。分享的，我当我用银黑啦，分享的偏幼啦吼，我袂够记得囡仔就伊就用变种，啊用变种以前那保鲜膜油啊，那个健年机，哦，全部健电保的，还是木皮氧防止去氧化因啦，按用就做在保水，就做在用做对啦，它模拟是吼，切的，你会全部会煮的太细，切好之后。个醋水、蒜豉吼、芥麻果，按那个保鲜盒种的变成也做得啦，嘿啦。啊，唔是讲以前奶滚滚啦，嘿啦。哦，咁样过蒜丝水按用冰到冰上，差唔多做得冰几久？冰一礼拜唔会个啦，你多少会变好黄好糊啲的啦，但是食起来口感吼。就係冇當嘅多啦，我有冰過啦。佢呀冰冰庫做在冰下久多不？因為你知道這是很季節限定的食材。因為佢澱粉質當多啦，吼，佢都符合強用啦。按日做咧切的吼，冰冷凍也做啦，但是口感實體講啦，會差啲啲的啦。我國人嘅認為啦，會差啲啲的啦，係啦。啊，啲季節嘅東西吼，我認為是。氣嘅些實在煮了確實俗的啦，季節限定叫生按用，唔過像按用中年期呢，當年像一年中一擺，也係講，你做咗中一擺以後就本佢上多年按用。佢都專業種嘅吼，佢都청년種啦，佢唔是當年種啦，因為買那些吼感風買啦，按就是茫年有講過上去啦嘿。啊，但是我因為我係做無天種嘅吼，我種嘅面積啦冇問題啦。哦。我認為講我今年辛辛苦苦種嘅吼，我全部賣起來啦，分享起啦。啊，茫年有講過落去賣用吼嚟種嘅嘢啦，所以冇窮用啦。我係逐年種啦，逐年賣到長，大家食到，食到睇到嘢啦。食到飽逼逼。係啦吼，按下袂記得專業嘅，因為記得好多按到講啦，佢種嘅面積好發啦，所以。有的人是隔方買，啊，茫年唔是講我種過嘅，就本地上就好誒。哦，不過其實睇過按用嘅香港水吼，種當多東西，韓國以前當多都很似㗎好食咯，像呀蓮根嘛，香港還有種呀薑黃你都有講香用版講。黃薑，種黃薑，嘿，呀黃薑同薑嘛，香港上都有一啲嘅像，呀愛興係咪同大家分享一下？薑嘛好矮好細蔥啦，啊只隻尾味冇問題啦。啊唔過也當唱嘅叫薑葉，對不對？野薑花。到野薑花當唱啦，所以就你唔出嚟，你就只把到嘅係野薑花啦，但係佢唔係只係黃薑啦。黃薑，嘿。只隻要當睇當過哦，你可以發青醬哦。哇！你可以發凍醬。很像，這是像月桃的花嗎？錯，是兩粒類哦。你可以發桂松醬啊。有香呢，凍醬。粉紅色，你可以發凍醬。韓國兒呀，黃薑粉看起來夾個色目很漂亮，金黃。對不對？嗰種係黃嘅啦，黃色嘅，係因為種係黃嘅啦，啊黃嘅是會好金色。品種冇共樣，係冇共樣。啊，唔過像呀，黃薑粉吼，可能有啲人當好食，有啲人唔好食，因為佢有一種較重嘅味絲，韓國食太多，沒有一些些嘅腐嘅味絲。嗰種人就當上愛啲啊，睇講你自家愛來用呀，黃薑粉一般來講係用版來用。其實黃薑粉吼，其實係做咖喱嘅原料，當到佢唔啲啊吼，當到平時咪當好食咖喱，但是當到媽媽因為唔啲講，我咧咖喱嘅主要原料吼，其實係黃薑啦吼。啊，我自家做嘅黃薑粉吼，比如講，當到人講問我講，你有乜煮有乜用啦？我喺度咧講分享一下咯，你比如講你
荷包蛋，荷包蛋，打落去，然后咧猛姜粉加掉落去，黑胡椒，像调味安样，和黑胡椒就并掉落去。因为个专家讲的啦，猛姜粉叫姜黄素会有油啦，会有黑胡椒，伊个功效就会有增加20%倍啦。所以煎荷包蛋也听说有油嘛，你就并掉黑胡椒落去，会增加伊的吸收啦，增加伊的吸收的个速度啦。韩国你煮饭的些就话，也爱的。你啊转汤美冻豆啊，从养生餐厅就冻豆美食个旺旺的猛姜粉啊姜黄饭嘛但是你米洗好，洗姜咧，属于并好咧，你就舀去汤洗落去，你加落米浆，电子锅煮出来就是规模的旺的姜黄饭啦。但是猛姜伊做唔咧长豆啦，长豆是像主持人讲的浮浮啦，所以咧用极多一家一摆去扎啦，你家去扎款你用极多安尼啦，因为你煮的喷太薄细薄，冇共用。对，冇法度老英国，你要用极多啦，安尼啦。通讲泰国人饮料里底杯没有用姜黄粉。你啊冻豆人上海太太去当去搭照间的咖啡，韩国个大概咖啡佢咪用掉落去。哇！就冻豆人大概五谷坚果的个精力汤啊，精力汤佢咪用咧向下打啦，系啦，讲咧是冻营养啦，有医学报道也确实啦，对人。就冻豆的帮到好处啦。真嘅，我知道我看总泰国佢分享佢种嘅农产品都吃到木子会金金会发光的感觉，因为佢对佢种嘅东西全部就非常嘅有热忱，韩国咩係有自家嘅理想上嘅去种下的东西。不过其实你用按用嘅理念来种东西，唐讲没有本人知道，你按用种东西卖按贵，会对你有一些的意见。米已經85元啦，米已經85元，哇！嘅到鄉下當到長輩其實吃到咧天價啦，天價。我就會擺到天條肚拍醋啦，挑擺人用素醋嘛，你啊人冇素醋咧啦，但係我係有機嘅我冇用醋醋底。所以，我天条都会醋非常很多啦。你按人家冇素醋的啦，用棒，天条人专门用棒的啦。用棒的，棒的是棒到因为棒香咸嘢等于酷人落来现在也甜挑啦。你两年今年开始啦，俺就上网路又添到了只东西啦。新的机，这算不算机器工具？工具啦，工具啦，那是拍手机电源啦。按台湾咧只塑胶盘呐，按咧倒嗰度腳下咧啦，按倒嗰轉嘛，啲粒塑膠盤會篤到波啊嘛，唔會打到波啦，按意思唔是已經箍穩到個棒啦，按個就呢5點鐘嗰時打早打暗嗰時拍草啦，拍幾十年要喎，我係天要讀到魯迅咧啦，產業道路宣條啦，咁要個學生就講，可能係有乜。天條肚按好拍草又唔會拍到窩啦，就是天下咧那位聊啦，問我講緊乜嘅東西，我就俾看啦。用安尼嗱要價錢你按辛苦到喺做，我係米85元啦，其他人我係米講85元啦，就是講緊誒苦下去啦，然後挑擺講用素醋安尼啦，佢我認為嘅意思係講，你米按口價85元你安尼唔拿10萬啦。因為一般老人家唔好講老人家，一般人對米的印象對，就更是30元啦，就對按講20萬。真嘅，公司菜你用按用油山工作嘅方式，你是要當伊去拍醋，冇去叫就會去拍醋。同頭擺用殺醋劑完全冇用，殺醋劑迄邊就唔是去管理佢嘅。天條肚對就賣出醋劑伊挑下。窩學肥鬆嚟啫，就話就是唔會生草嘛。但窩太挑咧要加氧咧，草又唔會生咧啦。按嗰啲冇用粗草嘅原因是會拍草啦。點拍草？按用還較甜咧。咁冇法度啊！你係嗰啲堅持咧，對啲環境誒，保護啲環境啊，對我就會行啲有機啲條路啦。其實有機條路冇好行。
很多动辛苦，动辛苦袂错。米买贵还要本人讲，伊用无苦的啊，用当臭手臭喏。系啦，其实因为讲米吼是三血源的东西啊，买85元元啦，系啦。哦，啊，但是我认为85元元爱当骄傲啊，因为你看到我啊，你当个行路，你看到我啊，吼，可能了共跟班的吼，创啊都来拍错啊，会看到一党人为了坚持了理念吼，坚持了维护环境，吼，爱护了地球，吼，啊，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所以已经85元，爱当骄傲啊，我创啊都伊了讲，我未到共跟班，我了同学讲，我了。当骄傲咯，你都朋友讲，讲爱食的米已经85元。哇，唔错，真係好，有看到泰國閃閃發亮的眼睛，真係係對自家種嘅東西非常非常嘅有信心，因為堅持自家嘅理念，種出一定好嘅農產品。故實好，今日嘅神夢從泰國來分享安多哦，謝謝。謝謝。咩神夢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向下來做運動哦。